生唔落，下尾那一个呢梅做的消暑的色彩。乐人姐感觉像老师，对啊，乐人姐很顺手哎。就安吼，以后都不卡溜印度的你切的。最后一项，请珍惜选择。哦，按 K。葡萄干呐，它更有土。呀，苦茶油我们自己做的，酱油我们自己做的，而且纯天然的。哇！有点猛，外面很像。姐姐，你一定有双主修正大埔肉系。那个古早味的甜点，真的是浓甜香，好好吃。哈总能因集合。他等你还有马街唔會嘅呢？马街都冇有。哇！厲害哦！点摸索的。客家留签，走下鼓励，客家留签。再来，再变一次啊！再变一次。好，再讲。过来啦。哎，没想到一开场就哈东南呢，太厉害了。他就是我们哈港捞面哦第1名冠军。猛超，而且呢，俺老太太跟我讲，里面有用很神圣的心情，里面呢，俺风吹队友啊是我的老朋友了。哎，全台湾啊，这讲哦，全世界都有比他前5名啦，全台湾第一名。嘿，80%的产量都口低掉。也不是产量的问题，是品质的问题。哇，对。啊，今年咱厝用人讲哦，哎呦，叫做18般武艺哦，通讲哦，英文哦比哈维点点笨。哎呦，等下要用英文的小 game 吗？哎，我们是一个英语的节目哦。OK。哎呦，来宾阿丽很压力，阿丽 ，pressure，阿丽啦。哎，先来分享到今天的评审欣赏，提前来分享到嘅係阿牛彭師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阿公哥好，早各位海饭，丁信奇丁師傅，大家好，阿金師傅。好，馬上分享到我好朋友、老朋友嘅哦，全台灣最愛做頭油嘅點頭家，分享到了是關係新竹關係，係啊嘅阿哥老老妹同下來參加，分享到日新哥老樂人節分享，歡迎。分享。好，稍後來看一下白cam了除了咱厝係來自台北內府嘅朋友哦，宜生黨歡迎梁練娟、邱淑慧。兩位這樣姐妹咯，哇！就係練陣阿姊係英文欣賞，係嘛？哇！哎呀，冇啦，都欠氣咧。先從紅隊開始來，百寶箱。風吹呢，先講一下李記醬油全台灣第1名。這時間呢開始做頭油係為了照顧媽媽嘅身體。我媽媽細咗，所以我要去做頭油啊。我本來是做小提琴。音樂家。你先頭本太㗎，可以下我新馬街好冇？屬於就撇撇咧，先做頭油。淺嘗哦，皮一下比正經的頭油，真正的頭油。好香哦！你可以淺嘗一下啊。皮都係調油梅，它的味道淡淡的仙草香，對吧？鹹鹹槓槓的，剛剛就獻稠在喉嚨裡面就會有展現出來。真嘅。買料頭油是有成分在內的。各關都有哦。我們全場唯日來產銷履歷醬油。哎呦，兩位阿姐，你係有獻稠嘅調油哦。按上嘅頭油。係哦。比較將嘅無頭做嘅啦。無頭油。皮就變咗。有鹹菜味道。有啊。有鹹菜味緊哦。無頭油。係啊，哦，凍鐵片咯。錯。係啦，咁講，咱隨今日帶來哦，哎呦，咪凍鐵片，唔會少面哦，來，紹介一下。茶葉蛋。哦，咩一般的茶葉蛋哦？自家做嘅嗎？我做嘅。哇！你睇，有隻炒米香。唔係，這個有個八角，還有個條果，還有個肉桂入邊，還有個普洱茶做的。我為咗呢個炒米香。普洱茶做的。錯。好厲害哦！2肉差不多2-3年長白。香嗎？然後普通嘅茶葉蛋冇麻香咯。這種是。那一般你都炒米亂的時候，就得用李記醬油啊。對啊。加分。
没有，结合起来，这得加分哦。又合适了。对啊，一开始我们就先结盟了。哎呀，联姻了哈。对。刚好。好啦，片上嘅好料嘅恭喜哦，花模嘅倒拱，你们杀下来的董金总哎。今天我跟大家说，其实我们李大哥他是知识王，行动的维基百科。这边又有老师的组合，都代替管亚嘅比赛你的知识量，曼宁卡斗嘅9宫格 PK 赛，马上来进下。向前来挑战。第二关考验两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要通脑筋，还要比反应，两片变数量，算来曼宁卡厉害。请出击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！第一关哦，就会本大家来送脑筋、通脑筋一下哦。cái第二度哦，8隻題目哦，有啲係攞客家文化有相關啊，有啲係攞料理地區有相關啊，韓國還有啲係實作題，我來相信應該難不倒各位啦哈。應該沒問題。我們要俾老太講一下，紅隊跟藍隊等一下加起來一份書，就推票講師傅做的先幾道紅食材來做料理。嘿，好，先來剪刀石頭布。好，風吹先來答題啊！但總共有8題，想要先哪一題嘞？大亂劍法。哎呦，大亂劍法，很適合第一題。實作題。有講呢，等下風吹嘅你有2、3日嘛，吼。派出一個做推表，那麼係講做得打出3粒，一個亂網呢，單手打蛋哦，那麼蛋黃沒有破掉的，而且也沒有蛋殼在裡面。按鈕就算過關呢，有4粒都應該記筆哦，請上道具。好，第二關呢，我考驗嘅就係講你單手打蛋的功力，亂網做我們的爛腿，那就是亂學哦，舌頭。哦，來了，你講掉啦，啊，等下4取3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應該冇問題。有2隻嘅機會做得大亂冇見風。好，冇關時間，所以你不用緊張。嘿，你睇4，其實我冇其實搶開始。好，請佢慢慢來哦。第一隻成功，成功。第二隻了。成功。有蛋殼。沒有。下面。那不是蛋殼吧？那個是繫帶還是蛋殼？對，不是。哎呦，又亂學，唔怕，還有2隻機會，還有2隻機會。加油！記得碎盒不要進去。我看。來。OK， 這個。第二隻成功。最後一個。來嘍，全村的希望哦。蛋殼不要下去。OK， 成功。3隻成功。來，跟大家看下。這個有讓後都要下杯啦，哈，要冇辦法，要純都要3粒冇，完全正確的了。好，非常厲害，風水打得妥得到1分，恭喜！哇，厲害了，攬水壓力來了哦。攬水加油！老師。先哪一題咧？最後追看喎。哦，來。馬上來講下。好，馬上來講下。哦，客家英語地都講後巴跑馬係乜嘅意思呢 ？A 係一瀉千里 ，B 係事半功倍 ，C 係事情不妙。A 一瀉千里。真的？啊。一瀉是指火把。火把的水。嘿。然後千里馬。好厲害。好，請回去。哦。好，很有道理。嘿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。為什麼？你記唔記意思係講哦，因為火把硬，還有馬蹄咪硬，硬碰硬，為乜解？就係事情會壞態啊，所以事情不妙了。所以講我們被小陷阱，因為佢喺火把嘅意思唔係講火把水嘅火把，佢係講火把水庫順風嘅土牆啊。係啦，不偏到哎，這個算是這個是題目的小 bug。厲害。題聽啊，雖然事情有點不妙啦，哈，冇等下咧，我們繼續嚟加油，好不好？來，玩風水了。好。消暑解熱。這個好。古紅也聽我講了。甜死年發包嘅生唔咯，下杯呢一個呢唔咩，做得消暑嘅食材 A 係薑麻 ，B 蒜頭 ，C 蒙頭嘅。
乐人姐感觉像老师对啊，你都有豆腐卡懂有没有消暑啊？开冷气。这样没错。姜，对啊，好，这样是热的。哎呦，有它的道理哦。来看一下正确嘅答案係 C 啊，係啦。今下講到嘅姜媽哈，在地北度有一家東西叫做姜辣素，它可以幫助這個消化，還有最重要就是血液的循環，所以會有發汗的效果。發汗就代表可以散熱。韓國介到講到蒜頭美就按用心哦，在地北度嘅肽酸素，嚟做啲幫助你嘅新陳代謝，然後幫助修復疲勞。電豆係黃豆，這個黃豆是就補充卵泡質甜甜嘅作用啦。哦，哎，我說甜食業剛好會食姜嘛。錯，電豆按用心哦。好，好，來只有選哪一題？會選哪家？當個暖男。好，你需要個暖男哈。需要哈，我當你暖男。不要。好，一起數片數多一款。好，來。好，天使人嘅時節啦，吼，要補充乜嘅營養素啦？A 係糖類，B 係卵泡質，C 係脂肪。應該是脂肪吧。誒，做乜嘅？像我個手啊，像我手啊，糖這個糖類是吃飯去油量，不是特斯講啊。哦。啊，蛋白質嘛，就吃得會夠，身體會夠好啊。那就沒緊，就像原來兩隻三種來講啊，仲係也夠會。啊。營養當然就係夠好啊。比較保暖哦，脂肪吃下去比較保暖。你覺得我們姐姐講解的時候有一種老師的感覺？我覺得很有道理。沒有。好，來，記住來。不好意思。唔會。好，我哋先背一下，到底咁正確咧？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B， 係卵泡質。大家做啲上看一下，有看過 Discovery 冇？有看過國家地理嘅拼圖冇？呢啲哦，到北極啊，還有南極嘅人哦，因為凍冷，呢啲世界係乜嘅？就係牛就係主要嘅卵泡質嘅來源哦。所以是天冷嘅時節，是卵泡質就散發嘅好處。第一隻增加你嘅免疫力，第二隻增加你身體嘅熱量，第三隻就係保持你肌肉嘅量，對於身體來講都好。唔怕，含有兩體底下不宜來選擇，來玩一下風吹。痛是很陰。好，來看一下哦。雪中天。點解我派出兩味哦？派出熱沙，1分鐘低度有湯匙哦，然後1粒柳丁，給皮呢完全太太就做得夠關呢。那就馬上來上道具。好，其實呢，另一關有一些挑戰，柳丁都帶有那種優雅嘅湯匙的太太皮。係啊。樂人姐，你有按用做過嗎？有。真的？你學柳丁按功夫哦。上過。哦，不過我味道不宜奉騙啦。等一下我們就是見白不見黃就走的。好。白色走的，不過假設有黃色是冇過關。它皮去掉一定會看到白色啊。對啊，但是有些人他電器講白色某些啦，完全去它，我們留一個標準，好不好？一分鐘聽聽哦。好，你先拿着道具。好，繼續請開始。樂人姐很順手哎。做安好，以後豆腐卡柳丁都係你切的。最後一項，請珍惜選擇。禿頭幹啊，他不用塗。繼續請開始。哦，先對半切。做唔得切團。嘿，做唔得切團，因為它去皮。好。哦。哎呦，其實頭呢用到1分鐘是會做體咯。完全的去皮哦。哎呦，動到舒服。樂人姐很順手哎。做安好，以後豆腐卡柳丁都係你切的。切蛋好，30秒固體，日本時間固體了，檢查一下。哎呦，有幾肥哦！走這。檢查一下。他還把它倒過來哦。沒有，要不要試吃算了？9、8、7、6、5、4，好，來檢查一下啦，3秒鐘上半記掉啦。好，這個沒有問題啊。好，半檢掉咧轉一片看下。哦。
大家不要寂寞。恭喜挑战新过，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好。可以。哎，你刚刚自己讲可以啊。哦，恭喜风吹得到日本。汤匙狼人哈。哎，目前都会风吹哦，咱就会加掉油。是吗？来，挑看选看，好，就挑看选看嘛哦。好，对来，好，好，来，选下来。我做无动好呢。我要来學一個搞順 A， 一個順的吼，身體較飽滿、較粗的 B， 也講一個順拍，又帶有一些咧強的色 C， 順學較沉嘅強色。应该是。你们好像在看那个选举公報哦。哎，这次要选谁？我还是饱满品质的。 A 係嗎？A。你呢？你用過？你莫看眼哦。啊，強脆。你用過？都在冇順啊，你要按度物大，要按度物大。腳特別順嘅，特別順。看什麼嘢我看物大？太腿，腳腿拍。展現一下，來。冇嚟腳動住啊！好，那要提醒你了哦。好，見取想法要有個答案。哦，見取想法。好，去轉移，來，我來先譜一下。好，來來先譜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就係 A。俺第幾有冇按跳呢？哈，就美人腿就係按用嘅，除了切以外哦，就係嘅腳肚哦，哦又肉又飽滿，哎，恭喜哦，藍翠。好，三下來播應係馮吹上嘅哪一題呢？捏多包人。冇問題。下播那個油哦，加個發煙點最高 ，A 係落梨油，B 係橄欖油，C 係椰油，發煙點最高。冇強用嘅油哦。那個油吼，落梨也係講橄欖油，也係講椰油，發煙點。A， 落里。發煙點係乜嘅地方？發煙點就是煮會會有鹽呐。會有這樣。好，所以呢個答案係 A。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。恭喜！係啊，日本線上度倆道吼，俺咪來小解一下。發煙點其實就按到 smoke point，即係吸燃的時節哦，就特別講，它如果超過煙點，那容易造成致癌物或者是有害物質。請各位蒙錯就係落呢個油哦，所以煎煮啊或者是炸的時候，用落呢個油下控甜哦。恭喜！好，水木議題咧，加油！藍水就倆炸了哦。開了哈，完剩下一個。來，你來我這邊，一起啦。來。有關一個馬卵啊，哈，那個講法係正確嘅。A 係建議愛冷藏來保存 ，B 係早期係用馬嘅尿精來做嘅哈，C 要按到千年蛋，正確哦，正確的哦。我覺得是 B 呀。哎呦，真甜哦，它是馬尿做的。你有吃過用馬尿做的嗎？我沒有看過馬尿。保存沒有意思啊，千年蛋也沒有什麼意義啊。哎呦，所以你這個邏輯是說你讓它是的馬卵全部用浸到馬尿底度嘅。哦，難怪濃醇香哦。來剛還有提示過，而家先紅走直接先落去散開。好。馬尿，趕走帶血。A 到 C。A 係麼？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C。係啊，永遠啊。其實馬卵哦，有動到嘅名啦，像松花蛋啊，還有千年卵啊，都係按用嘅。不過佢有兩隻嘅講法哦，做乜嘅按到千年卵咧？其實就係外國人知道講，佢上到凍怪啊，還有木頭喊下怪，所以種種嘅遠古遺跡嘅那種，哦，就出下來卵，佢按到 century egg 或 1000-year egg 就叫千年蛋。韓國就天意種哦，呢度盡量啊下走嘅位數咧保存起來，呢度室內差不多半年自久哦，所以不用按久，所以就叫千年蛋。啊，馬尿正經我講食材，佢係用地來做出來，用鹼，所以佢梅正經為主都有成為阿摩尼亞。不過咩馬都緊要哦，這個馬要提高咯，哈。阿娘就有啲嘢啊，哈。嘿，好，今天很緊張，成績已經出來耶。風吹有3分，藍吹1分，總共有4項色彩哦。
师傅，蛋炒饭要上桌了吗？哎，对咯，喜欢哦喜欢哦。请珍惜选择。好，我先选饭。今天有卵炒盘哦。系啊，卵。那个猪肉好漂亮。系啊，因为不一的。因为甚至去实在。好，凤梨。最后一项，请珍惜选择。我按开。葡萄干呢？葡萄干。很健康哎。葡萄干。那个哦，好。它不能用土。没事，你也吃饱了吧？好，你是包嘞妹妹。对啊。好，马上来看一下师傅用板影的编发喽。师傅上菜了。好，刚刚师傅现在要是传的董米线呢，是一种像是热带的，而且呢是素的料理，是宅的料理，有上好菜名吗？按到凤梨炒饭。哎呦，凤梨炒饭。凤梨炒饭好吃吗？东江好吃的，小朋友最好是酸甜的凤梨。係啊，但不得不說，冇打爽。我打算你三十要啊，好用啊，我炒好好利用一下。那先起鳳梨。好，青有鳳哦哈。一突然間我們就來殺鳳梨的技巧來講下。哦。香木也先切開啦。係啊。然後緊切又緊轉。緊轉是好的。那你怎麼知道厚度呢？那是好的啊。其實那個皮感覺很好吃。硬硬哦。誒，我講實在，教師傅看就鳳梨嘅罐頭下鳳甜吼。鳳梨罐頭會較甜啦，新鮮嘅鳳梨會較順。係啊，你下好啦。但是在家裡面殺鳳梨，會凍中以為要果筋呢。所以從來自家去買鳳梨啊，會買熟貨嘅，就不卡地度就唔會有果。你有吃過鳳梨炒飯嗎？我社區這個岸信班阿姨是做鳳梨的炒盤，所以我小時候還以為講炒盤一定會加鳳梨，我還以為每家人邪教，結果點到鳳梨係只體色，咩打算粘度會加鳳梨哈？這算是哪邊的料理啊？泰國，泰式啊。哦，真的哦，不是你喜歡的地方嗎？海龜咯，這是榴蓮的故鄉呢。對啊，好吃的。好，等下有。啊，台龜米煮嘅鳳酸咪就落喺大家聊聊小解。你係份咧是講你份要啊1:0.9，1:1。水會下米係1，水係0.9。我電腦會下少，少一點點。加椰汁會不會好吃？椰奶。未做得，啱啱基本係加咖喱粉。哦。那就變鹽土嘅炒盤了呀。鹽土。泰國也有咖喱啊，泰式咖喱啊。哦，綠咖喱、黃咖喱，薑黃粉嘛做得。用滑蛋嗎？冇，先不去煎，像炒盤那樣。哦。啊，炒盤去熟嘅時候，幫你讓大陣來。做乜嘅？要點樣哦？嘅炒盤係亂，也係做其他嘅賣亂，加牛奶，也係加鮮奶油。梗係按到歐姆蛋。哦，嫩蛋嘅。好，從你啊，先下一半熟。我名都冇嘅，接觸到鍋底。可是鳳梨冇講加青豆呢，吼。冇，你一半，係春一半，畢竟有2種嘅口感。那為什麼不加多一點？還有好吃。因為一挑就不給切一半摸睇咧。那裡。誒，後半還有另外一半啊。是因為味道怕太酸嗎？因為我基本嘅準備嘅飯冇咁多。啲咧，因為你哋係鳳梨炒盤，唔係盤炒鳳梨。炒因為我通常都是蛋炒飯，是要蛋比較多。你就是飯炒蛋啊？對，飯是配角。飯就是帶2顆就可以。加上咖喱粉。是染色嗎？還是？冇本身有咖喱口味。那咖喱嘅粉實際落去之後，唔是先落去泡下水。你係唔是你炒香？從一啲大家做開咖喱醬都係先炒過下香。有一份。全部嗎？不用吧。唔是全部。應該係講嘅比例係為到嘅炒盤，也係正常做泰國麵嘅時節就愛用嘅炒飯，會很硬。哇，看起來好漂亮哦。那有人做那個芒果炒飯嗎？有芒果糯米盤，糯米盤好吃嗎？然後是極好吃，旁邊還有個椰汁嘅一個冰淇淋。你懂吃？那佢就係糯米飯攞飯酸。糯米飯，硬要講也是啦。甜嘅糯米飯，然後嘅椰漿。
等下挑梅哦。挑梅。咖喱粉本身就含土吗？冇。这已经变金黄炒饭了。哎。哦。好的哈。葡萄干。这素食的炒饭哈。蛋奶素。叫得有牛布哦。是冻红。哎，冇咁錯。哇！给我治愈的享受呢。好，终于。这炒饭好不好？第一个就看它炒的有没有粒粒分明。好。然后最后那个凤梨真的是神来一笔，完全都解腻了。呀，苦茶油我们自己做的，酱油我们自己做的，而且纯天然的。好，差唔多好咧。哦。哦。擺盤嘅睇我溜電吼。係啊。誒，咱做得啉到嘅高粱啊，也係嘛嘅趴樹凍過嘅酒，讓它燒起來，火山爆發。真的哦。嗯，也是東南亞那邊流傳過來嘅。好像就是然後還要關燈嘛。對，像王美炒飯都愛用嘅。好，鳳梨炒飯。按鈕就好食咯。现在本师傅给种啥好不？这说真我没有吃过凤梨炒饭，用熱頭料理哦，帶大家哦熱苗背到抬過去，對，好不好？一起來出國咯！試試看，這沒有醬油的哦，沒有咖挑油。哇，黃金嘅梅，你試試看。芒果應該係下手的頭鳳梨，這是主要靈魂。佢嘅香味又炒出的，又兩個層次感。那個我們知道怎麼辦？炒飯呢，這個是一絕啊，冇肉，而且像異國料理，泰國嘅，南洋料理一樣，真的好吃，好食。周仁姐吃这种的，这炒饭好不好？第一个就看它炒的有没有粒粒分明。好，它这个炒的哦，真的很好吃，有蛋香。然后最后那个凤梨真的是神来一笔，完全都解腻了。这怎样办？好食啦，它有层次，有凤梨的味道，还有葡萄乾的味道。葡萄乾呢甜甜，鳳梨酸酸，酸酸甜甜，到最後色彩又好食。哇，好會講。講出戀愛嘅感覺嗬。講得真好。太講按摩說哈，不卡咩做嘞，吃周寬呐。啊，你們就是夠咖料都可以用啊，所以不用蝦仁很適合。海參啊，傻乾啊，都做得，發記都做得。好，等下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做下練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。新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甜味呢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來到最杯米館，咩就係特色地度最緊張嘅素菜，竟然呢都係切開本地料理，總共來講一聽係欣喜滿滿呢。係啊，咱隨時聽話加油哦，加下秀嚟涼粉哦。你身為隊長，我先會加油，加蘭油好咧。來，風吹大聲帶來料理，按到乜名嘅呢？美人腿，絲絲入口。哇，還結合我們的用心來挑戰呢。哦，啊，也係做料理係講貼片嘛啥，還是也係講做乜會先料做菜咧？也係功夫菜啦。功夫菜，而且都動油係冇？係，我全部都變實。哇，展現刀工的時候。韓國豆芽罐哦，不可能不用到李記醬油吧？對，一定要用。呀，苦茶油我們自己做的，醬油我們自己做的。而且純天然的，對，全台灣第一咧，係錯。好，老太家講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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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有備而來哦。稍等下來看下藍水哦，記得帶來厲害了，菜苗按到乜計？四小肉。哎呦，怎麼咁簡單話對講都錯肉。
婆肉，宜兰的脯肉，嘿啦，差不多是这样咯。宜兰的脯肉，还有木瓜就赶紧做，过年都有炸点东西。水妹就讲，你变转来好冇？好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请有精神哦，马上来倒算3、2、1，抢开始走喽！走，哇，两片的速度都冻僵了。不用紧张哈，不过先来看一看，你今天做的头油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是这个对不对？这个跟我们试喝的不一样嘛？不一样，呀，原味啊，古早味啊。哦，哇，好香，对不对？这个沉香味就超美。这个拿来炒饭捞牛，懂哦。直接升级耶！哦，对呀，还有同时哎，干嘛干？苦茶油，自己的哦。两下刚不用。哎，对，我们有苦茶油，自己做的。苦茶油更就很耐高温啦。对，就是它的发烟点还够啊。哎，那就露起盖。哦，还有先弄豆浆哎。还没有两种。这个是酱油，这是绍兴，绍兴，哎，绍兴酒，一定好吃的。你意思是是老去打水的意思啦，本地的加煮肉的话还有水分。啊，其他的酒美酒按用嘅作用嗎？没有啦，少添下用，目酒没做对啦。我这个是老鼠肉。哎呀，老鼠在哪里？没看到啊。有啊，老鼠啊。哦，老鼠你是没有啦，你是没有。这个肉。米老鼠啦，因为它比较不油。不油，但是很嫩。很嫩，哎，极好吃。好舌哦。这个话在那个乐人节目最后讲出来很不习惯。你客家是唔係嘛？唔係啊，佢係客家嘅夾肉梅啊。哦。它看起来很像老师，这个有机的太白粉，有机耶，让这个肉保护一下，保护它，所以你还能另外用煸嘅係嘛？哎，对，另外要煸。所以該薄個先開火嗎？哎，對。看看先關火，你先關它嘛哈。哎，先關的。好，那先勾一看一下啦，等下鍋都進來哦。好。哇，你那邊係醬係嘛嘅？醬啊，醬。你幹嘛嘅東西？你係低筋的麵粉，低筋麵粉，還有玉米粉，還有玉米粉，還有嗰個三粒卵，還有嗰個胡椒粉，英雄粉，高級還要有梅湯，我想啊，係啦，等於是麵衣啦，兩個用啊就按摩，因為你馬上弄馬上吃。不然沒有味道，不腻味，給它指油壓一下，係啦，不腻味。啊，你有沒有造型按獎嘛？你讓我們賽嘅。哎呦，錯，當成個紅彩妹妹。對，可以這樣去嘛？好啊。走，你看弟有你料理在摸哦。對，他有把它拉回來。啊，你阿片嚟做乜嘅東西？我想做泡菜。泡菜係啦，你要切到做泡菜。係啊，即係等下會煸到做客家嘅泡菜。啊，那你叫媽做嘛？沒有泡。我這要放下去，肉才不會有腥味。你本來提味用的。入味期間啦，入味期間表。切落去，切兩地。唔使，不切兩地咯。哦，泡姜嘛。泡姜嘛，還有個蔥嘛，表落去，就唔會出。啊，用落。好，然後。哦，不是粉粉哦。哦，是有去腥味啦。去腥味了。來，你切兩塊放下來。生意對哦。好。好了，那做得了哈。做得，看你來泡。做得了哈。哦。哎，阿你還有醬有冇？改醬。對呀，番茄醬加上美乃滋，加上千島醬嘅感覺。我覺得比千島醬要好食咯，比如美乃滋、番茄醬哈，番茄美乃滋，還有愛嘛，酸甜，等到嚟煸泡肉咁樣啦。該姜該蔥嘅做咧夾皮來唔怕。調一調吧。蔥嘅做咧夾皮來。師傅，唔是，得啦，唔怕。哈，眼都覺得攪，因為是唔是？那個我有一點需要靠臉吃飯哦，讓你強壯哦。唔是。好，我們等下鍋都進來哈。啊，哇，哎，等下還煮，是煮湯的嗎？不是，我先把這個肉味煮出來，然後再把這個炒完之後倒過去。你倒邊沒可以用乾鍋先煎一下嗎？哎，這個先炒一下。有乾鍋？哎，有乾鍋，還有上油。有上油的。一定會苦茶油。哎，我們家的苦茶油。啊，這主要是醬油。
这时间哦，李大哥真运动流行，一定要妈妈的身体健康。他真的是从1缸的酱油开始慢慢研发。对。 来给阿婆吃哎，真的，我那时候去他们家，就在家里面吃咖周天有帮阿婆吃。哦，他并没有因为大量结果改变品质，完全没有。对，你要走全部认证，我们都走认证的。对呀，像这个苦茶油，你可以闻闻看，它很香的，这是没有你爱喝油，它可以喝啊，它可以喝，是喝到口里是不油的，好香哦。 哎，还没有就这样讲哦，绍兴的西街了1汤匙的苦茶油，它可以就是对心脏比较好。对。然后有口臭的人喝苦茶油是很好，真的。对啊，有吗？你有喝了吗？目前先不需要。我这有什么？来，你喝喝看，它是不油的油。你痛西差不多爱用天了，对，差不多。 做咩事？你到了，没有碰到嘴巴，刚做了定紧紧，做一定，很好喝，而且它尾韵会有一个很香的梅头，它来擦手更棒。对，它可以像那个，它可以完全，你弄一点手下擦手啊，完全全部吸收。所以你应该你可以擦这里，你看看。哎，你啊，锅面没做得？做得啦，透過因全部膏調拿膜啊。哦，護髮素沒做得。對。所以乐人姐，你家的皮膚它會暗厚嗎？哦，佢全部是健康的東西，而且全部天然的東西。所以應該唔會啱。等下水加凍盤的皮是臭，所以應該係痛嘅，有冇？沒。沒。等它凍盤，它就會把水全部吸起來，把湯裡面的汁。 精華全部吸到這個絲入扣裡面。哎，好，我們過去救他。哇，要。來，你看看，這是什麼皇冠？海串燙呢？是小肉哦。哇，你啊款係重點。有啲鹹。阿姐，那款呢咯，講會講到凍順哦，你除了挑白走進溫線上，兩行喺線上係啊。 都殺氣要夠嘛？夠英文咧，你英文又萬後啊！我在正大，哎，學姐，正大，我西洋語文學系啊，正大沒有，學姐，大學姐，而且是非常厲害，因為該西街的走在考研到正大是全國最頂尖的學霸。他是西洋語文學系哎，西語系超誇張哎，西語系對。 那你剛剛有聽到嗎？就是我們是你的學弟學妹，我們都是正大的。你讀什麼系的？哪一年畢業？我53年畢業的。我101年畢業，差2倍啊！哇！都在嗎？外面很像。姐姐，你一定有雙主修正大脯肉系。那個古早味的對比，真的是濃醇香，好好喝。 那你剛剛有聽到嗎？就是我們是你的學弟學妹，我們都是正大的。你讀什麼系的？哪一年畢業？我53年畢業的。我101年，差2倍啊！還沒有好。哇，好有緣分！真開心！好可愛哦！啊，這個飯戲係用同州女表現的。當飯戲。係啊。那你幾時間用會有暗後都在偷暗讀書啊？誒，書都懂後嘅搞用。會讀書哦，中山女中係嘛？以前叫二女中，但是我進去是二女中，出來是中山女中，因為那個楊校長說，為什麼1、2，改個中山把出門改的。很厲害喲！哇！ 我現在可以試吃仔了。來，這裡啊。少少哦。哎，又藍哦，學姐。它排好了，你吃好，吃好什麼？哎，你這個放哪裡？哇！你這放哪裡？外面。做什麼？它外面很像。姐姐，你一定有雙主修正大脯肉系。然後等下講等一下問等一下了。問你要先。好。問你要就對，因為摸米啊，摸麻米。因為有米頭哦。有米咩？有米。 有羊毛哦，有哦，不敢骗，还有美人味。好，我們先去倒數。好，做什麼？現場馬上來倒數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來試試看下最分米罐，那麼開米是卡斬掉咯。
来本期家嘅中山鼓。哇，厉害！你用煮都咁厲害嘅。係啊。唔過講下來，主要係你客家人真係厲害。嘿。不管係會讀書、會做料理、會做研究，全部都懂聽。客家懂講，唔看。我也愛好咧，我會講哦。我90歲了嘛。係哦，那我們一起來品香風吹蓋。謝謝。潮汕絲哦，絲入口哦。絲入口。哇！好吃。哇！好吃又健康。凍粉哦，少凍係用黏黏嘅，食到沙梅哦，為咗個腐差肉嘅乾梅用梅出來。啊，那個古早味嘅甜油，真的是濃醇香，好好吃。這樣我們以後嘴巴會變很挑哦。我剛才已經在訂了，越變越。有沒有聽到一大箱？對，很好吃。兩位阿姐知道豬下單的。對啊，一種地區的哦。這叫絲入口，絲入味，很特別。好食。重點係講好食唔好食是看個人，可是健康一定係最重要嘅。好。好，撒等下來，完全了解富裕倉哦，要創業，還是富裕倉貼片嘅脯肉是吃燒肉，你一將住聽我換到哦，哇，邊個加雪很好食，有羊嗎？我嘛煮到當好食，一種凍加款呢，這個做的這個按濃。沒有時間醃哈，有差。哎，那就只是99跟100的差而已啦。這個脯肉好食到哦，假使你大量推銷出去哦，哎呦，宜蘭全部市場都被你包辦了。哦，厲害哦！脯肉就是要有這個面衣，好，抽起來有香嘛。可以做的。對人接受呢。脯肉的話，可能是因為時間的關係，可是肉質不錯。大姐炸的功夫真的一級棒。不得了。這個給小朋友吃，他們一定很開心。對，因為小朋友就喜歡吃一些，你知道吃起來很香的東西啊。大家家下面就看到記得挑一款這種富裕倉的功夫，香港最重點嘅客家嘅節目，記得冇忘記，還有把這個鋪出來嘅元素結合起來，我覺得非常非常用心。到底最尾哦，師傅用樣板來結甜結果咧，實際來看一下咯。現在嘅時節到誒，前輩嘅分數呢，一下累計係講風吹總共要得到3分，南吹目前有1分，到底也最不名完成應用班，先來向師傅風吹搶分分數。不敢看，滿分，全項注意。而且這樣是10分呢。哎，對不對？3分還是9分？他懂啊，差1分滿分。我哋一下壓力嗬，來到攬錘也到咧，看一下攬錘得到嘅分數，來5分你都過關，公平一下。我冇本該難對的分數按過時嘅想法是講吼，其實應該甲脯肉做咧切到挑，唔是切到按太大。然後滷的時，其實佢按短的時間滷的是做啲滷的，你知調油一點兒，不給有梅頭，其實個口感會較好。還有咋吼，應該分享做啲介成分，按照地瓜粉，你要上地瓜粉，佢落去泡水變素的，你炒到安尼，做得到吼。好，啊你一片錢講，冇乜講是講，佢全部的絲入口，全部的梅頭都會炒落去，凍香凍我食，是嗎？好，看看阿吉師傅。好，風吹料片呢，也用簡單的食材，利用那個天然的食材跟它的醬料搭配起來，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單純，然後又是一個很健康的味道，是我非常喜歡的。那絲入口底度呢，很多個刀工在展現啊，像那個太公啊，慢慢的切，啊切到凍後，啊食起來呢層次感就凍豐富，來凍好料多脆，咁樣。哦，那南土料片呢，哦食材佢個香味都有出來，啊不過那個粉啊。有個嫩香是香味，很好吃。啊，不過我本佢酥酥脆脆呢，老嫩呢，會較香一絲絲呢。伊做嚟老油啊，好本佢攪一下呢，佢會較酥脆。還有個氣很差啦，做啲油溫高一點，啊，本佢按火鍋香味這樣會釋放出來。感謝。謝謝沈夢妍，沈夢妍。其實炸東西本來就學問非常多，冇咁簡單呢。唔過呢，沈夢太師也帶了按咱哋嘅料理，然後他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馬上你就來頒獎咯。耶！恭喜！好
今日嘅同歡喜做啲邀請到太極間呢來參與比賽，成績已經出來，風水總共得到嘅9分，男子得到6分，先來恭喜風水也嘅第一名，3000元嘅加菜機。恭喜！好，三底下來往風水來欣賞一下，禮拜嘅禮物呢，全件1點讚哦，記得係大容量鑄造鈦金鹽不粘鍋送本203。中獎係莫哥哦，恭喜！今日當感謝呢，你風水參賽者李太哥還有樂仁姐哦，帶來按空間的料理概念，本太恰了認識。那麼先來請日新大哥老太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好嗎？聊到節目前吼，其實上是本太看按客家人的料理，其實沒千多變化，所以我們希望你啊大家來參加哈，然後收視長紅，繼續加油，繼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禮拜就同人姑娘帶上來。唱下主持啊，你當唔主持呢？係啊，唔可以查。係啊，歌手幾耐啊？而冇馬咁上來。唱人整年嚟唱下來啊。係啊。你係唱樣啊，在關係做跳舞啊。係啊，都堅持做今後嘅跳舞啊。按姿勢哦。樂仁姐的廚藝呢，真的是不用多說了，非常非常厲害。這一次來參加新的老太家公益還好嗎？很高興啊。我的這把年紀還來參加錄影，實在有點不好意思。你那麼年輕，那我是堅持用最好的食材、最好的醬油，做出簡單又美味的料理。希望大家身體都健康。這個是當初要嘅一個概念哦，老太家分享。係啊，三底下來哦，就換攬住個阿姐咯。哎，冇怪哦，徐德公快唱一時節多厲害，就徐德公一動情牽，終於相認了，是夢英，而且今天全場最漂亮，非你莫屬。沒錯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然後我這位正太一個優良的學弟，實在感到非常的難得。啊，參加比賽嘅感想係乜嘢？很難得，這人生，尤其像我這麼大那麼老了，還有機會來參加兩錄影，實在是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。年歲冇重要，重點係心態。係啊，大擺看到今年嘅季節哦，看到哎呦阿姐笑到翻落哦，就是都講顏色當今年看到希望安樣樣。真的，謝謝，我覺得你是大家最好的榜樣。謝謝。徐夢英，三底下來祝福阿姐。好，希望大家哈，今日非常歡喜，今日來參加了一家之主嘅錄影哈，實在非常有時到當有姊妹啦哈。當歡喜，懂神氣，哈！希望大家啦，哈，也希望呢個節目哈一路長播，放到新年後幸福。哦，那我們就來個10年之約哦，10年哦，記得接將來，互相聯絡，好嗎？好，恭喜！我跟李大哥可能真年就有認識成過新年呢。有啊，有哦，啊，唔過佢都冇變班。但是你冇變，見來見講。按姿勢。好啦，分享太極間呢，來到你節目當中，除了分享料理以外呢，你們分享人嘅飲食的概念，非常希望你們做在到你節目當中啦，學到一條健康的知識。係啊，料理就係按用心咯，兩世界來賓就展現了最好嘅示範。無論係食材嘅品質咯，還有做菜嘅用心哦，就歡迎所有對做菜有興趣嘅朋友，積極嚟報名參加比賽喲。依家資助等你去下來一道畢業報名參加大鬥士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長多啲啊！